大家好，而家係珍稀拍賣有限公司第7期網上限時拍賣嘅精品推介。嚟緊5月24號星期六下晝2點，我哋會為大家帶嚟一連串珍稀紙幣同埋銀元，件件都係收藏界嘅貴寶。無論你係資深藏家定新手玩家，呢啲珍品保證令你心動。話唔多講，即刻同大家逐件分享，準備好競投，搶奪你嘅心頭好啦！珍稀百年渣打中米5元鈔傳世孤品，呢張1911年印度新金山中國渣打銀行中米5元鈔係渣打銀行首版發行，極罕見嘅早期紙鈔。PMG 評級15分，呢張唔單止係一張鈔票，簡直係百年金融歷史嘅見證，設計精美，歷史感滿滿。無論你係想投資定收藏，呢件珍品都係你嘅不二之選。起拍價港幣28,000蚊，機會難得，立即競標，將呢段歷史帶返屋企。極罕1937年香港有利銀行5元真鈔，錯過唔再有。呢枚1937年香港有利銀行5元紙幣係年份真品 ，PMG 評級15分，罕見度爆燈。佢承載香港金融史嘅獨特故事，係藏家夢寐以求嘅珍寶，想為你嘅收藏加添亮點。起拍價只係港幣19,000蚊，唔好等，快啲競標搶下呢枚傳世之作。絕版珍藏1995年中國銀行20元洋票近乎完美。呢枚1995年中國銀行20元洋票從未正式發行 ，PMG 評級65 EPQ， 品相近乎完美。佢嘅獨特背景同稀有性，堪稱紙幣收藏界嘅傳奇。想點亮你嘅收藏之旅，起拍價港幣18,000蚊，立即行動將呢一枚貴寶收入囊中。1972年至1976年匯豐銀行100元錯體票極罕珍品。呢張匯豐銀行100元錯體票冇簽名冇年份 ，PMG 5G 為庫存票，更加增添傳奇色彩。PMG 評級65 EPQ， 未流通，紙質極佳，係錯體紙幣中嘅頂級珍藏。起拍價只係港幣8,000蚊，機會稍縱即逝，快啲競標，擁抱呢一枚獨一無二嘅珍品。極品首號真鈔，2009年匯豐20元 AG000001 頂級收藏。呢枚2009年匯豐20元紙幣擁有夢幻首號序列 AG000001， PMG 評級66 EPQ， 品相卓越，未流通，低序號加高評級，係現代紙幣收藏嘅璀璨明星。起拍價港幣3,800蚊，唔好猶豫，快啲競標，將呢枚首號真鈔納入你嘅收藏。百年珍品，民國汕頭廣進莊1元樣章，罕見品種。呢枚民國汕頭廣進莊銀1元設計樣章，嚟自香港印刷廠，面蓋樣票字樣，極為罕見。PMG 評級62分，品相優良，承載民國時期金融歷史嘅獨特魅力。起拍價港幣3,000蚊，立即競標，將呢枚百年真鈔收入你嘅收藏，續寫傳奇。世紀珍藏1917年至1929年麥加利銀行100元庫存票天津貴寶。呢枚麥加利銀行100元天津發行庫存票 ，PMG 評級62分，係極罕見嘅高面值真鈔，歷史價值同稀有性無與倫比，絕對係紙幣收藏嘅巔峰之作。起拍價港幣22,000蚊，快啲競標，擁有呢枚傳奇真鈔，點亮你嘅收藏輝煌。1917年廣東銀行100元洋票，全球僅9枚。呢枚廣東銀行100元洋票產地上海，大邊紙高面值洋鈔極為罕見。PMG 評級64分，全球僅9枚，品相卓越，保存完好。呢枚係收藏界嘅貴寶，錯過可能再冇機會。起拍價港幣2萬元，立即競標，收藏呢段歷史嘅璀璨印記。1927年英治北婆羅洲公司10元，歷史光芒。呢枚英治北婆羅洲公司10元 PMG 評級15分，雖然有輕微變色同裂痕，但歷史價值依然耀眼，見證英治時期北婆羅洲嘅輝煌歲月，收藏價值無可比擬。起拍價港幣12,000蚊，立即競標，擁抱呢段歷史嘅榮耀。1954年加拿大2元大賭蛇近乎完美。
呢枚1954年加拿大議員大島蛇 PMG 評級64 EPQ， 品相近乎完美，獨特序號同歷史價值，係加拿大貨幣收藏嘅傳奇之作，起拍價港幣9000蚊。如此珍稀貴寶，快啲競標搶奪呢枚夢幻鈔票！1866年香港維多利亞半元銀幣耀世登場。呢枚1866年香港維多利亞半元銀幣 NGC 評定 UNC 品相，係香港錢幣收藏嘅傳奇。雖然背面邊緣略有損傷，但精美工藝同歷史魅力依然無可抵擋。起拍價港幣4萬元，立即競標收藏呢枚見證香港輝煌時代嘅珍貴遺產。廣東省做光水元寶7錢2分，銀光耀眼。呢枚1891年廣東省做光水元寶7錢2銀幣 PCGS AU 58金盾，銀光璀璨，品相近乎完美，見證清代貨幣輝煌，收藏價值無可匹敵。廣東人嘅驕傲，傳世珍寶不容錯過。起拍價港幣18000蚊，快啲競標，擁抱呢枚閃耀歷史光芒嘅傳世之作。江南省做光水元寶7錢2分，甲辰珍品。呢枚1904年江南省做光水元寶7錢2分 PCGS MS 61金盾，龍鱗完整，小刺設計，銀光流麗，作為清代貨幣嘅經典之作，收藏價值無與倫比。起拍價港幣2萬蚊，立即競標收藏呢枚閃耀歷史光芒嘅傳世之寶。江南省做光水元寶7錢2分，甲辰原味珍藏。呢枚1904年江南省做光水元寶7錢2，保留原味包裝，品相極佳，散發濃厚歷史韻味，龍紋精緻，銀光內斂，收藏價值無可比擬。起拍價港幣25000蚊，快啲競標，擁抱呢一枚清代貨幣嘅傳奇貴寶。台灣省做光水元寶7分2厘稀世孤品。呢枚1893年台灣省做光水元寶7分2厘 NGC 評定 AU 53分，係台灣錢幣史上極罕品種，原汁原味，歷史價值非凡。起拍價港幣12000蚊，如此稀世孤品，快啲競標珍藏呢一枚見證台灣歷史嘅傳奇之作。藏家朋友，呢啲珍品每件都係歷史嘅縮影，收藏嘅驕傲。珍稀拍賣有限公司第7期網上限時拍賣，5月24號下晝2點，等緊你嚟競投，唔好再等，即刻登錄我哋嘅網站，搶奪屬於你嘅傳世貴寶，延續歷史傳奇。